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咱今仔日是2023年1号，1月1号，就是头一日。咱今仔日伫新的一年，伫遮三合见面，感谢上帝。过去的一年有52礼拜，咱伫梦顶。伫遮三合见面，伫遮三合来敬拜上帝，伫圣灵的带领下面，咱拢学习到圣经的真理，盼望每一个人伫灵性顶面拢有进步，信心增加。感谢上帝过去的一年的带领甲看顾保守，互咱虽然经历到各款的问题、各款的惊吓，但是呢，这一年已经过去了。上帝互咱学习到信心的功课，叫先考主，外考伊的功课。所以，咱信主的人啊，伫这个世上啊，会经历各款的问题，但是咱就会记得，以马内利，就是上帝借着耶稣的降临，上帝甲咱同在。无管咱拄着偌大的问题，咱有法通借着祈祷，借着信心来外靠主，这些问题、这些代志，拢一项一项的过去。所以咱伫这个新年的头一日啊，咱除了向上帝来感恩过去的日子怎样来带领，咱也相信新的一年，上帝也是要带领咱。因为咱知影，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咱虽然毋知影新的一年头前要拄着是啥物问题，咱毋知，但是上帝知影，上帝的确要带领。咱只有借着信心，外靠主，互伊来带领咱前面的道路。咱三合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天父，阮的上帝啊，多谢你，互阮过去的一年2022年，这365日，年年日日，无论拄着什么代志，有什么欠缺，拢靠着主的恩典经过了，所以互阮体会到上帝的疼，上帝的同在甲看顾保守。上帝啊，阮只有将新的一年交托伫你的手中。阮毋知影明仔日的道路，也毋知影明仔日是好天，是出日，是落大雨，还是风台。无论什么款的日子，阮只有相信一项。以马内利，上帝甲阮同在，所以阮求你加添阮信心，仰望主，外靠主，来经历新的这一年。求上帝牵阮的手，行头前的道路，叫阮在这年内面啊，阁有新的经历、新的体会。上帝，你的疼，你的恩典，你的看顾保守。阮将下面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由主你来带领，圣灵的感动，互阮伫即礼拜当中，对今仔日开始以后的日子，逐日拢来享受神的慈爱、信实甲恩典。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神的百姓，让我们来赞美主。我们要为他祈祷神，他创造天地和万物。我们要为他祈祷神，他是瞎眼看见却没能行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哦，全能的上帝，在你没有难成
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1月初1，就是头一礼拜，头一日。咱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是大使命甲圣灵的工作。大使命甲圣灵的工作。兄弟姊妹，你会记得咱旧年吼，甲以前的几年吼，咱一年当中啊，拢有一个英文的叫做 series 啊 ，the whole year sermon series， 就是规年的讲道的系列啊。系列的意思吼，就是连续的有彼此关系讲道的题目啦，有三连接，三个彼此关系。所以吼，咱定今年2023年规年的这个讲道的系列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使徒行传。讲到使徒行传福音传到世界的代志的历史，咱要伫对当中学习到真侪属灵的功课，甲教会建立必须知影的一家重要的部署，还是重要的指导。所以这个本系列就是2023年这个讲道连线的是要借着讲到使徒行传是使徒行是在贯穿就是连续的要来考察这个福音叫神的国度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得到对极的做个代志这个福音的传播，甲教会的建立会做个怎样来传播的历史啊？咱知影对耶稣升天一直到五旬节犹太人的节日个五旬节教会的诞生咱再来看到这个保罗怎样的宣告的履行一直到今仔日，咱教会要怎样来做见证就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宣告的这个历史所以，咱今年内面就是要借着这个使徒行传，借着使徒行传来讲到教会怎样的开始，甲圣灵的工作我会记得真侪年前还阁伫中学生经常看到一家宣教士，虽然毋是中国人。可能是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还是欧洲的，还是别个国家的人因学习中国话，还是国语来到东方，还是来到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学习因的语言去传福音，初初感觉好奇。为什么在离开因的家乡，在宣教士到无同的所在学习因的语言，用温柔、用疼心来帮助人，甚至伫教育方面、医药方面或者其他来帮助当地文化比较较低落的所在，向因传福音。细汉的时阵来观察做个人，一直到有一日，有人带我信耶稣，就是中国人，带我信主耶稣，带我去教会参加主日学，教会当中
教会跩兄弟姊妹真有疼心来带领来帮赞一直到大汉都无来参加青年团契主日学后来佫参加即个夏令营佫伫当中学习到一项真理，最后呢，伫青年夏令会当中接受主，后来呢望上帝的呼召来做神的仆人，一直到如今。当时也佫少年的时阵，来军队跩missionary去探访并且因毋知影的所在带因去对因的成长，让我看起上帝的疼伫因的内面有真侪牺牲，有真侪美好的表现互咱学习。所以一直到如今也佫世界也有真侪宣教士到在深山咧到伫遐偏僻的所在，甚至生活真艰苦的所在来传扬福音。细汉的时阵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跩人要离开因的家乡，要做即款的工作呢？后来愈来愈侪接触这个圣经的假使，原来这就是因着主耶稣向教会向一个信徒来祝福因着遵行一个大使命。什么是大使命呢？较停的咱会讲到。所以后来才看起世界有真侪所在拢有宣教士，无论是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甲各款的民族的人，信主了后，因拢愿意做即款传福音的工作。咱今仔日真侪人接受了福音，生命得到真大的改变。对一个真侪歹习惯的人，甚至犯罪的人无恶不作的人当因信主了后，生命一个真大的改变的时阵咱就看起福音的大能力，福音的大能。所以咱今仔日就要讲到这个题目：大使命甲圣灵的工作。大使命甲圣灵的工作。头一点咱要来讲到主的大使命。什么是主的大使命呢？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到20节，这几节就是讲到主耶稣的祝福门徒的这个大使命。马太第28章18节到20节安尼讲：耶稣进前来，对因讲，对跩门徒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赐予我咯。所以恁着去，互万百姓、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爸囝圣灵的名，感因施浸，也是随咧凡我所吩咐恁的，拢着教训因来遵行、遵守，我就常甲恁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几节经文就是咱所讲的主的大使命。大使命的目的是什么呢？大使命的目的就是要将神救赎世间人出死入生，就是脱离了死亡，得到永生，这个好消息要来接着主耶稣基督第12届来拯救世间人的这个好消息传播给无听到的人。
一直啊到世界的末了，托万百姓同人得救，一直啊到主搁再来的日子。这个大使命当中啊，有3个要素，有3个要点啊。头一项，伊讲你着去。做传福音哦，毋是单单坐伫厝内向亲人传讲。当厝内人若信主咯，你着去。去倒落呢？去州郡的所在，还是较本族本地、外省甚至到外国甚至到别个州去别个所在传福音，将这个耶稣救人的好消息甲伊讲。所以头一点是去，第二点呢就是去向因传福音了，所以人信主咯，因就做主的门徒。什么叫做门徒呢？就是先生所教示的、所教的，因着做，因着行，也甲先生相同是学习先生，所以叫做门徒。所以这个人若信主了后着教示因就是做耶稣的学生。第三点呢，就是着教导因真理，信主了后咱着教导因真理。所以耶稣讲：凡我所吩咐恁的，拢着教训因遵守，我就要甲恁同在，直到世界的落尾。所以第三点就是甲咱讲就是凡信主的了后，咱就将圣经的真理教导因甲耶稣的教训教导因，托因着遵守诚做一个好的神的行儿待人处世，拢照着圣经的真理来行。所以这是大使命内面一个要点。那么，过来讲到这咱要出去传福音，要靠什么啊？就靠上帝的权柄，主耶稣的权柄。所以耶稣未升天以前向门徒讲伊讲天顶地的一切的权柄拢权柄拢属乎我咯，属乎耶稣咯。所以呢，出去传福音的人毋是靠着家己的权柄，咱家己无啥物能力只有上帝予咱的权柄当主耶稣伫地顶工作的时阵，咱看去主耶稣咧行神力奇事的时阵看去从伊的对灵内面出来内面说充满着迄款的能力叫能力咱看主耶稣为咱死伫十字架顶埋葬了复活死了埋葬了，第三日搁活的时阵所以伫伊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工作里面看去有一款的权势权柄伫伊的身上出现，就是赢过伊耶稣的死埋葬搁活，就是赢过魔鬼的即款的权柄咱无信主的人，拢是伫灵界顶面属魔鬼控制的黑暗的势力掌管咱的行为，叫咱犯罪做歹代互罪恶捆绑死了后，阁有即个死亡的权势捆绑着咱，因为咱带着罪死亡将来的审判，就是到永远灭亡的地狱的所在去。所以耶稣对死来阁活个权柄
赢过了魔鬼的权柄。当耶稣未升天以前啊，伊就讲一句话，伊讲天顶下地顶一切权柄拢属乎因。今仔日咱传福音需要灵内面的权柄，甲灵内面的力量，靠着毋是家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主耶稣所托咱的权柄。所以咱伫看着主耶稣伫地顶咧工作的时阵耶稣的权柄彰显出来。譬如说，耶稣咧讲道充满着属灵的能力所以犹太人听到耶稣咧讲道，哎呀，这个耶稣咧讲道叫别人无送伊的内面讲道的时阵有迄个权柄伫内面过来呢，耶稣医治了一个人的病痛，然后耶稣讲说，这个人的罪赦免了。真侪犹太人的官尤其说耶稣哪有即款的权柄赦免人的罪伊毋知影耶稣是神的囝，是来到这个世上的，伊有神的权柄，也有人的情形，所以耶稣有赦罪的权柄。佮再来呢，耶稣行神力奇事的时阵，甲医治各款的疾病，也互人看出耶稣有医治病痛的权柄。咱佮看到耶稣互这个互魔鬼、互邪灵附身附伫身上，一个人较能起效哩真有力量身体真有力量，但是用舌头用啥物伤害家己嘴中乱讲话眠日无困就是直发直叫魔鬼邪灵附身耶稣用一句话：撒旦离开我行毋能够伫这个人的身上离开这个人，甲伊赶出去。所以耶稣有赶鬼的权柄。所以伫灵界顶面咱看去耶稣有这个权柄。耶稣佫伫这个加利利海咧，因交学生咧坐船拄着大风涌的时阵迄个船几乎要翻咯学生惊因的生命要丧失咯。但是耶稣徛起来，这一切责备风甲浪就平静落来。所以伫遮咱看去耶稣对这个大自然也有权柄，伊这个命令在风就静，风就停，浪就静了。所以念因在人感觉奇怪，念在风甲鹰拢听了耶稣的命令。过来耶稣因5块饼2尾鱼托5000几个人食饱，伫这个所在来看去耶稣的权柄，耶稣行神力奇事，耶稣用水变做酒，这个是大自然的这款的权柄人无法通做得到的上帝，咱的主耶稣有这款的权柄。这个是地顶伫地顶所行的权柄。那么伊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属乎咱属乎伊咯。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8节到第11节安尼讲圣经讲说，既然耶稣有人的样式就家己卑微，专心顺服，以致到死，而且死伫十字架顶所以神就将伊升为真悬做得悬的，又搁赐予伊超乎万名以上的名。所以无一个人的名比耶稣的这个权柄搁较悬所以叫一切伫天顶的、甲伫地顶的、甲地底的因着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就是向耶稣跪落去。为什么呢？因有权柄，伫天顶有真侪千万万的在天使看到主耶稣，还是着跪落来向伊敬拜。所以耶稣
天顶伫地顶一切权柄拢属乎伊咯。那么在传福音的人，要遵照这个耶稣的大使命，若无这个权柄，就无迄个能力。所以，咱感谢主，耶稣有迄个权柄，也要属乎人权柄。佮再来第二大点讲到这个大使命啊，甲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大使命的目的啊，就是耶稣升天以前啊，托门徒最后的一个话咱称呼做大使命The Great Commission。Commission 就是委托书，还是委托，还是交托一个人做一个特别的代志，叫做委托使命就是主耶稣吩咐伊的门徒伊吩咐门徒将这个大使命吩咐当时的门徒，也吩咐咱今仔日的教会的跩信徒，也是着遵守这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就是着出去传福音，做福音的工作者。对当时耶稣讲，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意思就是对军一直到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这个是啥个工作呢？就是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当圣灵降临伫地顶的时阵，伫教会就出现了，就开始了。教会是因着圣灵的降临落来，教会才正式的成立，教会正式的开始。所以使徒行传记载当时基督徒是怎样的忠心的来传福音怎样来传福音也是这个新约圣经当中记载圣灵工作最得做的一本册。咱知影其他新约的圣经讲到怎样传福音，怎样去工作，但是讲到圣灵的工作，会彰显圣灵，会做得做，讲到做得做就是使徒行传了今仔日咱教会会增长无论倒落的教会，本国的、外国的教会，必须要好好来学习这个使徒行传内面呢咱就了解这个圣灵是怎样的工作，甲伫教会怎样尊重的原则希腊文呢，咧讲到这个称呼使徒行传的这本手抄本叫做 praxis。praxis 的意思就是 act， 还是 deeds， 还是叫做 the apostle the act of apostle， 就是使徒内面怎样来行，因的行为，因的怎样来工作的历史。这本册是谁作的呢？是路加福音也是路加写的，使徒行传也是路加所写的。路加毋是这个耶稣的这个使徒，伊毋是使徒，伊毋是阿帕索伊是一个医生这个路加开始未信主以前的历史咱毋知影，但是对这个保罗出来传福音的时阵伊就甲保罗同工去真侪所在传福音。所以圣经内面讲到咱我们去传福音去创什么像我们就是使徒叫保罗同工三甲工作路加叫保罗三甲伫咧一直到保罗伫罗马被审判死去，这个保罗这个路加也是伫保罗的身边，所以
路加福音啊，是写耶稣怎样来选门徒，佮怎样来工作，耶稣怎样讲道耶稣甲跩学生怎样生活，伊拢查考咯，查考并且交跩使徒有接触，拢知影。然后呢，伫使徒行传，伊也是写这福音是怎样传开的，圣灵怎样降临的，因怎样得到能力的，初期的教会是怎样的，然后跩福音是怎样传对耶路撒冷传到外国人、外国的所在去。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啊，甲若要写使徒行传呢，就是要互咱知影跩个代志啊。所以使徒行传要写使徒行传的目的呢，就是头一项，就是使徒行传是要记载圣灵降临教会怎样成立教会怎样增长发展跩个拢照着主耶稣的预言即搭讲到伊讲到教会怎样成立所以主耶稣伫马太福音第16章17到18节安尼讲主耶稣伊讲伊说我要将我的教会的建立伫即个磐石顶，即个磐石the rock 就是耶稣本身。教会要建立磐石顶，就是耶稣升天了后，借着圣灵的工作，这个教会就成立了所以教会属于主的是建立伫地顶。所以当耶稣复活升天了后伫世界顶的人认为耶稣升天了也是耶稣失败因世间的人袂看到耶稣会成功伫倒落，因为看到耶稣升天了耶稣说顶摆未死的时阵，伊说耶稣要建立伊的教会这个时阵无看到教会因为门徒逐个走去房内面房间内面伫遐咧聚集，伫咧祈祷无看到真明显的教会发生，也无看到啥物呢？也无看到耶稣说要建立伊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od， 还是 the Messiah kingdom。耶稣已经升天咯，伊要来建立，伊落来是要建立这个 kingdom， 这个国度嘛？无无出现所以说耶稣无成功过来耶稣因跩学生耶稣升天了后，因毋知要创啥物，心内惊吓所以耶稣伫即个世界了，伊升天了，也无设立真大什物 political party 耶稣无设立的，咱一个国家内面有无相的 party， 然后要建立一个真强的 party， 然后建立这个国度政权。因为犹太人认为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建立一个国家，有一个政权，有一个真强大的政权，有一个政党。但是耶稣无一个政党咱像孙中山，伊要推翻满清，要建立另外一个制度的国家。因孙中山伊创立什么国民党，所以因孙中山死了后离开了国民党别个国家也是有一款的，但是耶稣有啥物党无所以因认为耶稣毋是这个成功的人。但是耶稣说伊要建立伊的教会，啥物时阵开始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当圣灵降临的时阵，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逐个人真有能力，行神力奇事，讲方言，讲道，无有权柄，真侪人受感动
真侪人信主几千万的人啊，信主迄个时阵，教会就开始正式会建立咯。所以耶稣建立教会有成功无？当然有。所以伫这个圣灵降临的时阵啊，咱看去教会就咧开始发展起来了教会发展的情形若无使徒行传咱就毋知影教会发展是怎样，教会是怎样成立的所以使徒行传免咧解释来教会是对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直传福音，就传到全世界去。使徒行传写使徒行传的目的，也是啥物呢？你记载伫这个30年，耶稣升天以后这个30年教会初期教会的历史咧，教会历史所以伫这30年来啊，这个教会建立的是圣灵的工作的记载伫内面来成立这个诚做今仔日教会真重要的这个启示教会若要建立必须就有圣灵的工作，无圣灵的工作，教会无法通建立。无圣灵的工作，跩门徒无有能力，灵内面的能力，无行神力技术的能力因为讲道也无迄款的能力，独圣灵降临的时阵，教会成立能力也伫因的当中，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咱讲神听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囝使徒因然后信的人得到永生免去了迄个灭亡，得到永生。所以咱伫这个一节圣经内面咱就看去三位一体的真神伫咧工作。头一个天父的疼，伊就差遣圣囝耶稣来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耶稣升天了后，圣灵开始咧工作行神力技术圣灵也是感动人无again就是圣灵的重生一个人，并且伫伊的身上做带领的工作、教会的工作、一切侍奉的工作。所以感谢主，是毋是说伫这30年了，伫这30年内面传福音对犹太开始一直到传播到外邦，这个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伫这30年内面这个使徒行传是记载这30年的时间的过渡时期。那有人就问，是毋是你向外邦人传福音即 Gentile？ 那是毋是要将犹太人、以色列人放杀呢？毋是，毋是。上帝仍然伫以色列的内面，以色列上帝的旧约，伊要 promise， 伊应允以色列人将来弥赛亚要建立弥赛亚国度，耶稣基督要建立弥赛亚国度，一定会实现。虽然即阵是教会的时期，但是对上帝对以色列要建立迄个天国的国度一定会实现，因为神的话逐句会成就，一定要实现所以咱深信上帝一定是安尼做。所以主耶稣也肯定真分离。讲咱讲说这个国度一定会来到只是什么时节、什么时间，咱唔知影，只有上帝才会知影来，佫一项
就是初期教会啊，使徒行传哦，互咱知影初期教会信徒的生活。咱会看起使徒行传啊，迄兄弟姊妹哦，彼此有疼心啊，有迄个爱伫的当中。因信主了后哦，将迄物质的物件，真看见，伊是将厝内物件摕来还物公用啊。当时初期教会是安尼吼，因哦，个愿意接受做门徒、做使徒、做阿帕索的假使，真顺服，会听因的假使，吼。毋单啊安尼啊，因吼佮逐日查看圣经，所以圣经啊对因真重要，吼，神的话语真重要，逐日查看圣经，吼，并且相当的顺服这个使徒的带领。最后一点哦，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啊，互咱有看见教会增长的原则啊 ，the growth 啊 ，the factor of the growth， 这个教会增长有啥物原则伫遐，有啥物因素伫遐呢？头一点，互咱看见啥物啊？使徒的带领。第二项。神的话语哦，对因是非常的重要的地位。第三点，因注重这个祈祷真注重祈祷的代志。因也是关心这个传福音，有这个传福音的负担。所以当时的信徒虽然伫拄着伫因的国家拄着真大的逼迫啊，这个犹太教对因的逼迫，政府。罗马对因的逼迫，但是因无惊，伊无论到倒落所在，因就传福音到什么所在，所以咱看起初期的教会信徒对传福音的迄款的热心啊，这是今仔日咱的信徒应该着向因学习的。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最后2点三甲来勉励。头一点呢，就是当咱伫今年要开始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 series 一系列的讲道的时阵啊，因为咱有连续性的，所以盼望每一位兄弟姊妹，逐礼拜拢着听来参加聚会，还是伫 online 的来听神的教导主耶稣上帝话语，咱就有法能。一个完整的信息以这个 complete 的这个 message 来做三连接。过来第二项就是咱现在伫末世的时阵啊，魔鬼知影伊的时间短咯因为主耶稣若降临就是也是魔鬼会结束的，伊的势力结束的日子近咯。所以魔鬼常常伫这个教会当中做破坏的工作，将这个异端来进入到教会内面来影响信徒，并且借着迄假先知、假教师来教因错误的道理来迷惑信徒行歪的道路，所以这个是真危险。所以咱信主的咱教会应该着三甲勉励，常常祈祷，毋通灰心用神的话彼此来勉励逐礼拜来聚会。你若无机会来聚会，着收看咱的这个 online 的聚会。互咱的灵性继续的增长，咱的信心继续的刚强。伫即个末世的时阵，有一项苦难的代志，一项问题出现，一项问题，一项试炼咱毋免惊，有上帝是以马内利，甲咱同在。咱倚靠伊，咱心内就有信心，咱常祈祷，咱喜乐，咱就有力量。来甲兄弟姊妹彼此勉励，彼此团结，来荣耀上帝。所以一直听候到主搁再降临的日子。所以这是今仔日
的信息。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咱三个码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多谢你过去的一年的带领，阮相信新的一年2023年的新的一年，阮同样辛苦上帝的带领，阮仰赖伊的带领带领，来互阮伫即个新的一年有得到上帝的引带甲带领，互阮心中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能力互阮有喜乐，有平安。虽然仍然会拄着一个肉体顶面的软弱，或者有啥物心灵当中的代志阮人借着祈祷，借着外口主信心，继续伫属灵顶面中进，来行伫即个世上，互阮无论做啥物来荣耀上帝你的圣名。愿上帝祝福每一位信徒，祝福每一个收看收听的兄弟姊妹，每一个家庭，无论大小代志，上帝愿意帮助人，上帝甲咱同在，伊要看顾保守供应咱一切需要。愿主的名得到荣耀，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